05年第三題呢個 program 嘗試去揾一揾呢，就係兩個年份中間有幾多閏年啦。咁咩叫閏年呢？嚇？咁凡係能夠俾400整除呢，就一定係閏年嚟噶啦。咁第二個 test 就呢，如果能夠俾4整除，但係唔能夠俾100整除嘅話呢，咁都係用閏年。咁所以2000呢係閏年，因為能夠俾400整除。咁但係1800、1900就唔係。咁因為呢，佢能夠俾100整除，咁所以佢唔係閏年。咁而家呢個 function 呢叫做 countlib 嘅呢，就會數閏年啦。咁有兩個嘅 parameter 嘅，咁第一個叫 fy， 第二個叫 ly。咁即係一個 first year， 一個係 last year。咁舉例子咧，譬如如果我哋 countlib 01去到03嘅話呢，咁有幾多閏年呢？就0個嘅。咁如果 count 97到2000嘅話，有1個閏年啦。咁而1900到1910嘅話，有2個閏年嘅。咁個 function 呢個寫法就咁啦。咁一個 fy 一個 ly 呢，就 first year 同埋 last year 啦。咁假設譬如呢個係01，呢個係03年啦。咁佢首先係會點數法呢？就 for i 等於 last year 先嘅，即係03先嘅。然後如果 i 大過等於1800嘅話呢，就 i 減減，一路減一路減，減到去1800為止嘅。咁佢哋數閏年啦。如果 i% 4等於0嘅話呢，就先 count 加先。咁跟住呢，如果能夠發覺佢能夠俾100整除而唔能夠俾400整除嘅話呢，就減翻嘅。咁所以睇翻隔離個表啦。咁如果400嘅話呢，1000同埋2012都能夠俾4整除嘅。咁所以呢，佢全部都 count 加先嘅。咁但係中間呢個呢，就唔係閏年，咁所以佢會減翻嘅。咁所以下邊呢一個呢，就係能夠俾100整除，但係唔能夠俾400整除呢，佢會減翻轉頭，咁即係冇 count 過嘅。咁繼續呢，下邊呢有第二個 for loop， 佢呢就數啲咩呢？就數個 first year 減1去到1800，咁即係由2000年開始數翻轉頭去到1800啦。咁啊，凡係閏年嘅話呢，就數起佢。咁但係今次嘅做法就唔同上邊啦，就佢唔係加然後減減，係調翻轉減然後加咁。點解呢？因為佢由 first year 減翻1開始呢，就數翻個1800，凡係閏年呢，就減翻轉頭。正話就係加，而家就係減翻。咁所以扣翻由 first year 減1去到1800呢，嗰啲閏年呢，減完晒之後剩翻就係01到03嘅閏年嚟噶啦。好啦 A。咁啊，問你呢第一個 for loop for i 等於 last year i 大過等於1800，咁呢個 loop 係做啲咩嘅呢？咁答案呢就係呢，就係數下幾多閏年啦。咁而23到29第二個 for loop 呢，就做啲咩呢？就調翻轉，就扣翻起嗰啲閏年。咁 C 啦，19到26可唔可以將兩個 for loop 呢全部合併做一個 for 去寫呢？咁答案就係可以嘅。咁點做法呢？就 for i 等於 first year 咧 ，i 細過等於 last year 咧，就 i 加。咁於是譬如呢個係01，呢個係03，咁由01至03咁樣計，咁你更加直接啦。好啦，亦都可以將嗰兩個嘅 if 呢就合併一齊。咁點寫呢？就係 i% 400等於0嘅時候，即係能夠俾400整除啦，或者佢能夠俾4整除而唔能夠俾100整除。咁就 count 加。咁除咗 C Pascal 之外，有咩語言呢？我哋可以用嘅呢？咁其實可以有好多嘅，譬如 Java 就係跨平台嘅啦，物件導向啦，JavaScript 就可以互動啦，VB 就係 GUI 嘅。